同款是交通的事故，來看這印尼首都雅加達附近的木加西市，而且暗時8點外，有一台通勤火車含計程車燒下，煞停在鐵軌路頂頭。迄當時當在咧鐵二者的乘客後壁屬一台長途列車駛來，去弄到這通勤列車最後一節的車廂。這最後一節車廂呢是女性專用車廂，目前上報有14人死亡，84人受傷，也因為這是重大交通意外，總統也下令講要去探視，也要調查。發生火車事故的車頭外口客滿圍觀的人，車廂外圍被削去一大片，就知迄時陣落個頭是真大。在雅加達差不多25公里的烏加西市，在17暗時發生重大火車事故，一個通勤列車因為會着計程車停在鐵軌路。在咧鐵路乘客時陣，一個長途列車為後邊弄到最後一節女性專用車廂，造成嚴重死傷。現場民眾表示，事故發生的時陣傳出真大聲音，親像爆炸聲。Korbannya itu banyak sih Pak. Ada yang meninggal itu kita nggak tahu, yang kita ngangkatnya di atas yang korban-korbannya itu. 受傷乘客乘客迄時陣狀況表示根本袂好逃生。Pikir saya meninggal, apalagi kalau misalkan evakuasinya lama karena di situ udah ketiban-tiban jadi kayak pasti akan kehabisan nafas gitu saya pikir. Tapi alhamdulillahnya masih bisa selamat. 雖然長途火車頂懸240個乘客全部平安，不過通勤列車災情慘重。事故了後點外鐘，大批救援小組進入事故現場，因為通勤車廂被弄到外高起錯。救援人員真細緻用金屬切割機搶救受困的乘客。車頭外口至少20台救護車將傷者載去附近的病院治療。病院急診室也客滿受傷的乘客甲着急的家屬。救援任務整整12點鐘才結束。這事故也造成真濟幫通勤列車被迫減少。這事故佫一擺顯示印尼大眾運輸事故率偏懸的問題。除了鐵路設施牢固，維護不好，真濟並高度缺少防護措施，也是造成車禍的主要原因。印尼總統普拉博沃到病院看受傷的人，同意去高架橋來疏解交通，同時針對事故啟動全面調查，來改善鐵路並高度的安全。公視新聞鄭淑芬報道。